可穿着嘅盔甲，究竟係點樣做出嚟嘅咧？咁今日同大家揭開呢個驚世嘅秘密。咁其實原因咧，我哋發覺，如果要一個朋友普通香港嘅家庭，要用幾十萬去買一套盔甲而威，冇可能嘅。所以今日我希望介紹俾大家係一個最平價嘅方法做。咁其中一個最大嘅秘密咧，就係話所有嘅盔甲其實係由屋企嘅細路仔喺廳嗰度鋪喺地下，如果驚啲細路仔跌親或者打親嘅時候嘅呢種咁嘅膠，其實係可以喺嬰兒鋪或者一啲家私鋪可以買到嘅。咁呢隻膠嘅好處咧，佢就韌度比較高。咁同埋佢係可以根據我哋嘅剪裁嘅指樣之後咧，好容易我哋攞一啲鋒利啲嘅 cutter 咧，就可以 cut 到我哋要嗰個形狀。咁而一塊膠嘅成本可能講緊真係10蚊8蚊嘅啫。咁如果你講成個盔甲，我哋用一個心機去 design 咗成個指樣之後，根據唔同嘅方法鋸、黏合同埋將佢砌埋之後，當然啦，最緊要就係話俾好多心機，要做打磨同埋再焗有噴油。咁呢件事呢塊膠原來就係我哋成個 Iron Man 軍團裏邊嘅背後嘅秘密。咁而家當年你見到呢個係最初型，完全未經任何打着雕磨嘅組件。但係一間稍後我哋做多少少工序，你就會見到呢個完成品同真正一個原始膠嘅分別。咁希望各位觀眾可以跟住呢個方法咧，人人都可以做到英雄啦。Good。